送出去，直播送出去了后。OK， 然后我都爱搁开啥呢？这个关起来，这老嘞，老嘞，这都老嘞，好，这都嘛会变。安尼看一下啊。顶回是，我无甲恁设做主持人哦。奇怪，哎呀，歹势，三年歹势，无拄好甲你车落去，要选做 moderator， 结果无拄好甲你车落去，歹势。好，稍等下吼，我遮搁爱找一下顶回读到第7页。第7页，但是我无啥会记得顶回读到倒位啊。第7页倒位呢，就出在第7页顶段讲到迄种诶，迄个气候会多啦，安尼。哦，第7页哦 ，OK。出在气，对，出在厝气候会倒啦哈。好，来，小，好，人也未食到，三年搁叫我车落楼骹，剩一个。佮甲邀请一届看伊，若没有接受还是安怎？我有甲邀请，无起来，伊可能毋知影叫我车落楼骹咧，我想讲。有当时啊，三年会无方便啦。我知嘿。伊即马应该有咱甲邀请了，伊若方便就接受就使起来，应该是无啥问题。好，安尼我倒一下茶咧。OK， 确定我拢设好啊吼，送出去啊，直播送出去，好，好，咱开始来读啦吼，这里约字敢是？毋是，应该毋是约文，但是甲你邀请啦吼。哦，王哦，毋是约字哦，王，目睭歹看袂出来。哦，麻烦你啦吼，就是帮我注意交代一下人客啊。好，我有问题，互你带了。安尼咱来开始来读吼，反正有着音，迄个地道的，家己去看着音啦吼。过来，我先来读吼。至勤的节，苦营吼，看见出来就爬上南宫顶，用铁杯插落来，站着一个。砸，歹势砸，对，嘿，砸落来吼，歹势是砸落来。站着一个插，即时倒地，吼，插档就拖出去，吼，安尼一段都这一句都完整一句安尼。好，
好，即只有一寡所在，咱来学习一下啦。志勤的节吼，节就是安可嘛吼。志勤的节，伊名叫做苦营吼，姓苦名叫做营，大一字，高一字名吼。苦营，看见贼来，伊即个贼佫大声，这是毋免啊，太薄，拍毋着你。看见贼来，就老卡朋友，你若毋捌来过，你再去点一个即个，不管是看即个 YouTube， 因为看 YouTube 就直接看即个直播啦吼。啊，若无就是去看我个 channel， 我有带迄个 link， 你了甲 PDF download 来甲你看吼。好，3年歹势拄则甲你无拄甲你车落去吼。看见贼来，阮即摆咧读第7页吼，第7页头第二抓第3抓吼，第3抓就爬上那拱顶，这哇，我拄迄当看了即个书诶时阵，哎呀，心内就够感动诶啦，因为即个书呢，即个书敢若我做囡仔时阵才用着尔，后来就足罕呢，可能将来都毋捌用着吼，尤其是即个音吼，哪里吼，这阮较早毋是用即个音啦，阮讲老公顶啦吼，阮袂讲哪。好，咱来查一个啊，大理大书店吼，啥物叫做哪公顶，或者是啥物是哪，啥物是公吼？我来无拄甲关起来。我已经袂记我顶回查诶即个内容，然后所以嘛是等一个新的书个定学起吼。哪里我又是因走去啊啦吼。咱先来看公理，公理就确定是一个台语话术吼。公啊，大理大书店无收公理吼，毋是有收公，但是伊即个公呢有2字吼，伊收的是。公就是香港吼，香港公，即个香港。哎呀，我才发现讲，我一直想袂起来即个词，今仔日伫遮才想着香港啊，伊这是鬼使遮用着香港，香港就是匆匆忙忙吼，紧张香港吼。啊，另外一个公理，大理大书店有收的公理是即个，伊写建设的建吼。边仔加一个叉字边吼，伊写讲是骹手的夹，骹弓手弓，就是夹啦吼，骹夹手夹啦吼。看一下原文吼，这无伫来文本内底啦，但是咱学起来吼。文本一道读一抓嘛袂要紧吼，重要是爱学足侪物件吼。好，公理。好，伊即个日文的版本嘛是安尼写尔啦吼，就是骹手的夹吼。日语叫做卡西吼，骹夹伊叫做阿西卡西，手夹就是提卡西吼。啊，即个公理毋是咱遮的公嘛吼，你一看嘛知影，即含咱拿公顶就一点仔关系都无吼。另外一个公理咱嘛来学一个吼，是即个。起公，你着讲是无吼？这就是起笑起公吼，你着讲是吼，啊，再来是公偏，这我来毋捌听人安尼讲讲，但是爱变调吼，讲偏，讲话较讲吼，讲话较讲这实在啦吼，都知影，跋筊到一直讲吼。毋通讲查某，这是第3个意思吼。讲是一枚吼，一枚叫做讲吼。所以各位记起来哈，这个讲里有一枚的意思，所以各位伫以后伫即个，比如讲饭啊、粉丝啊，这种的吼，其实会当用到即个词吼。
譬如讲，伊有一个例书讲，毋通讲查某，吼，毋通一味伫查某人吼，就是不要单溺于女色啦，吼，就是安尼讲吼。但是台语的表达法就安尼吼，毋通讲查某，跋筊到一直讲吼，一直。即较早安尼绿学菜啥吼，较早即嘛是搁安尼啦吼。有人就是一直讲吼，伊这叫热衷思路吼，热衷吼，华语叫热衷吼，或者是木鸠尼那鲁，这是日语的讲法，梦中，华语叫梦中读法吼，梦中安尼，木鸠尼那鲁伫日本的意思是你足讲啦吼，就是这只日讲哩吼。好，这是第三个讲的意思。那第一个讲的意思咧，就是拄则讲，就是起笑吼。我看一下日文版，看无介有啦吼。第二个讲字是，就是拄则讲雄讲，但是日文版我嘛是讲起来嘛是，我嘛看无介有吼。周江，好，面形。好，拢无看到咱遮学到的讲字，咱来看甘字典的讲 ，KONG 第5声，拄则看过的人个哈，讲啥物青讲啦吼，赶紧啦吼，赶紧的款式啦吼，即拢是拄则迄个讲哩吼。啊，热讲，上尾一个是用犯人的骹入去一个架吼，即拄则讲骹讲手讲吼，所以伫大理大伫迄甘字典所收的，就是差不多拢去大理大书店有收着吼。讲讲即个讲哩，共款汉字嘛是共款写一字建设的建，插里边吼。读做讲，或者是文托音建吼，但是呢，伫甘字典遮就有几说啦，叫做问讲、徛讲、坏讲吼。即个大理大书店无收，我毋知是毋是为虾米无收？我看嘛，伊大理大书店若是用伊用的汉字，用甘字典即只用的汉字来查会着的。即个讲，甘字典即个讲字，就是咱遮用着拿讲顶的讲吼，无完全无，大理大书店完全无用着即个汉字吼。好，即个讲啥物意思啊？你看，因为无规则来，咱来看例句，直接看例词吼来学。问讲，甘字典就是即个特色哦，伊无一定会甲你规则即个字的意思，伊就直接用例句吼。啊，例句本身就是你规说即字啊嘛吼。问讲可能佫看袂解出来，徛讲嘛佫可能佫看袂解出来，写坏讲，所以坏讲就规说即字啊，叫做即字讲的意思。坏讲就是鱼的叉啦吼，一支叉头，一支不管是牛还是啥吼，伊是鱼的吼，坏的啦吼，这坏是讲究去坏的茶横财横财入灶吼，坏的茶吼，就是坏讲。啊，你看你囥伫倒诶，就是囥伫门，就是问讲吼。啊，徛讲哦，歹势，徛所以讲有两种嘛吼，坏讲、徛讲吼。所以我拄则讲诶讲。毋是干那坏的叫做讲吼，徛的嘛会当叫做讲吼，所以就是有坏讲有徛讲吼，这是甘字典的规则。啊，讲字就是一支叉嘛，一支，所以伊会当是牛，伊会当是跳吼。啊，门讲就是门框啦吼。你若照安尼看来，徛的嘛算门讲，坏的嘛算门讲吼。所以门讲，我较早本来想讲门讲，敢若是顶头去坏，我今日才发现讲我理解错误吼。讲有徛有坏吼，有徛有坏的吼，
所以门框就是门框哈，应该是安尼 frame， 所以无鬼色了哈。咱会当用另外一个方式来看卖，看找到的哈。我看卖。KONG 第5声，1002号。无呢，卡讲好来找到哈。你伫大理大书店吼，用公里吼用星号就是个我卡吼，所以我甲星号刻伫头前，hyphen 一个公里吼。安尼伊就甲所有每字是公里的拢甲测出来。因为拄则咱看到什么怀公、徛公、问公，拢是放伫每字嘛。我想讲要测看嘛，讲伫大理大书店若每字是公里的，即个时间测着，果然就安测着吼。伊只要有卡公，即咱拄仔讲卡加啦吼。主要是咱要学着，咱今仔伫小说内底学着即个书，伫大理大书店是安尼修的吼。一个叫做老公。老公啊，你各位看方便啊，方便看 YouTube 吼。老公，老啊厝的娘吼，伊嘛是讲娘啦，伊无讲跳的，敢若讲娘，所以和我较早所理解拢是，就是我迄个印象拢一直安尼来嘛，所以一直拢想讲是娘吼。老公，啊，当然老公一般咱讲的是鱼的娘吼，鱼的娘，因为老公。娘顶头会使佮塔一块帮，所以当佮做一站，迄就是老公顶的意思啦。老公顶，所以一般就是阁楼，你若华语叫阁楼，伫个建筑内底一个阁楼，或者是楼中楼，迄种做法的空间，就叫做老公，或者是老公顶，歹势应该老公顶吼。老公本来是指迄个牛叉尔吼，毋是迄个空间。老公顶就指迄个空间啊吼。伊个老公伊个例句叫做老公营吼。营就是牛啦，营就是牛吼。代表内底营就是牛。好，另外一个又写一个问公。OK， 所以我误解问公的意思啊，歹势，问公的意思我误解去啊。问公伊讲是门的灌木咱看一下日文版。灌木什么意思？大家知影无？你若捌看过，可能就毋知啥物件。当然我找一个问公伫倒位啊？我特别来现日文版，我就读到即段我。毋知要对说起哦。好，伫遮吼，我甲放较大。问讲，伊嘛是伊无鬼说啦，伊个那些就是蒙诺宽诺气吼，门的灌木吼。啥物呢？啥物意思呢？就是门串。门窗呢？如果还听不懂，就是门栓门栓就是门的灌木。什么？当然你要理解古早门是安怎规划的啊，无你了即个门栓是用铁啊，一支仔件尔吼。较早是一支灰叉吼，跨伫个门顶头因为较早冷气门是内底。开入来嘛吼，你迄支远叉伫后壁甲动的时阵，伊就开袂入来啊，就冻掉啊吼。迄支远叉，或者是较早阮兜，或者是我看阮职工因兜，阮是用一支德哥一支当然是足粗的德哥啦，毋是凊彩人凊彩杀个着长期的德哥吼，用德哥看来叫做。问讲，但是我因为从来毋捌听阮大人安尼讲过，所以我一定毋知影问讲迄物件是指即物件吼。好，为什么我会认为讲是即物件？因为灌木嘛吼，贯穿迄个灌吼，我认为应该是即个物件啦吼，安尼使用的吼，毋是我拄则所以为的迄个 frame 吼，门框毋是吼，歹势。各位。讲毋对，有一个错误的印象吼，迄是足歹洗掉的吼。我知影要甲恁要改正迄个
错误的印象，迄个 image 伫咧头壳内是有足困难的，所以我一直讲，问讲就是问选，就是问串吼。好，当然问讲是今仔日想煞讲啦吼，最主要是即个老公，咱来看日文版。老公，今仔日前1点钟可能学即个词尔吼，不要紧。老公，老公。老公伫遮吼，老公日文版的解释其实是写尼盖诺哈利，二楼的娘，尼盖诺哈利，伊安尼写吼，变成讲有两种意思，敢若讲啊，一种是讲伫咧第二层楼顶头的厝娘吼。啊，另外我所理解毋是第二层楼即层吼，本身你经即层的即个娘吼，食即个力经即个第二层经起来即个娘，这叫做老公吼，或者是圆仔茶吼，老公圆吼，老公圆，拄则讲圆就是娘啦吼。好，啊，老公顶就是所以喏。老公是经第二楼的迄个娘，吼，啊，即个娘的顶头，就叫做老公顶，吼，所以即个词，迄个是足正确的吼 ，accurately 去指示去 indicate 讲顶头即个空间，吼，足正确的去讲你顶头即个空间叫做老公顶，吼。好，咱转来文本遮吼，要文本怎对？遮啊，啊，伊叫做哪公顶吼，即个歹啊，迄个我讲嘛吼，大理大字典无收哪公顶吼，嘛无收哪公啦吼。啊，即个哪是安怎来？我认为是噪音去的啦吼。老公的噪音啦，啊！但是这毋知，我毋知要对找资料来甲各位做即个证据来甲各位讲吼。即个哪里吼？咱即马看啊，今年电影伫哪里？你就知无含即个哪讲伊一点关系都无吼。有哪卜萝卜吼，菜头啦吼，哪卜。原来拿萝卜的螺旋来读吼，拿卜啊，菠萝毋是读出坡拿吗？无即我甲你后壁讲的吼，菠萝就是往来啦吼。拿熬芥拿菜吼，下拿、有拿、蜜拿、顶拿，就是篮子啦吼。basket 吼，有拿这大家应该知啦吼，下拿可能知影人就较少一丝啦吼，下拿下拿华语我嘛毋知要安怎讲吼，下拿就是古早时代用来你嫁出来时阵用来你堆雷门。对，一寡有诶无嫁妆啊，有诶无吼？对，甚至是拿吼。讲起来，我所理解个毋是拿，伊毋是滴下去边诶啦吼，是茶嘴吼。啊，或者是你伫咧庙内底，伫庙里就看会着吼，伫庙诶即个有人用迄堆即个贡品吼，是叫做读做贡品哦，什么三星吼，用迄个下拿对起来。我讲会当找着图袂？我若讲毋对，你再甲我讲呢哈，因为即个下拿太久诶，我嘛无甲确定即个。我问你，尽量。
我嘛毋知迄啥，我刚才知讲台语，迄个华语安怎讲我嘛毋知。哦，但是你听过啥呐无？有啊，啥人细汉时阿嬷要去拜拜时，阮某要去拜拜，拢会摕迄啊。哦，OK， 所以，但是你所知的啥人，我知影啥人，迄形是毋是相款？相款迄种物件。我印象中，怀疑迄拢是竹仔编的嘛。哦，你知影是竹啊？哦，你知影是竹啊去编的就对啦哈。嘿，伊用竹仔去编的嘛，有一个提拔，嘿，迄个会使摕不离啊。我印象中就是敢若凡是迄个悬度要甲一尺悬啊呢。会使缀物件，迄个会使缀物件，迄个凡是无甲半尺深。是。等于怀疑就是大人嘛，大人就摕咧手的嘛，寒安尼寒去啊来，恁内底就看要缀啥，看你要讲你要去庙里拜，你要缀啥，你就摕迄。算讲当做即马就是卡棒咧用的就对啦。我即马你敢方便看我 YouTube 的即个直播的画面？我看一下。类似啦，当然毋是即种物件，就是即个哪嘛吼。但是伊毋是生做即形，伊是差不多是即个形啊，顶头有一个即个圆圆的即个吼，这是啥啦吼？这是你所知影的啥啦？啊，我知影个另外一种啥啦吼。等，即种物件要安怎去做呢？古早时代嫁出来的时阵吼，用红色的茶去做四角形的盘啊，但是伊顶头有一个算杆，伊顶有做一个杆的即个茶即个手柄吼。我讲手柄毋知对无？就是一个，嘛毋是讲手柄，就是四角形的茶盘啊，但是会当用，伊有做一个华语我都袂晓讲。那敢若手把吼，那个会当用一支冰担，甲担起来安尼。一般是头前一个，后壁一个担，着担迄个茶盘啊，当足大一般是红色的吼。你若啥物？教育部有收即个度啦，教育部收即个度。收了，猪肉啦、饼啦吼，规用迄拿安尼担的，安尼担去即个，担去。当个是牛引刀吼，迄着那敢若是礼啦吼，是讲打嫁妆嫁妆可能无饼是一般是啥？查甫还是查某会出来，我都袂记。反正就是饼打过去安尼吼。OK， 你讲教育部有迄个图吼，我要安怎看迄个图？妈，阮才无开。麦克风无开 ，OK， 好，即个。伊教育部反正就是拍迄字嘛，去教育部找迄个字，伊就有啊，更大声，伊就。哦，你讲写拿吼，你讲直接更大声哦。对啊。等下，安尼可能我理解可能错，咱先来看迄个图吼，即个。声，伊是用倒一个声哩？汉字。有第七条啊，声第七条啊。你吼。第七条迄字啊。有鼻音的声就对啦吼。对，有鼻音的声啦。所以，甲我想的无共款。所以无定，你讲的声呐，讲我因为咱拄则看伫监理店看是声呐，是第七声无鼻音的声呐，吼。对哦，伊即马在做鼻音的。对，所以无共，无可能是指无共物件吼，即歹讲啦吼。咱甲理解一下，来甲查一下。对嘛，伊就是SIANN 第七声。更大声。我看我即个输入法吼，我信网来即个台语输入法，我若拍声哩，伊是用橙装迄个橙，我拄则 Google 就是用橙装迄个橙蓝去找吼，声。你看到的图就是，即个我拄则讲迄个
哦，来，确实两种拢叫做声吼，安尼说我无理解毋对。对啊，那是声呐，嘿嘿啊。但是迄个音声甲声吼，可能我毋知对一个才是较正确啦吼。但是意思就是两个拢会使，甘里顶是有声，啊这只是有声吼。啊，第一张图。Q 是无片音吗？啊，对。新地个 Q 无片音吗？我记得无片音啦，阮讲声呐啦，阮袂讲声吼。嘿。对，新地个无片音，你查声呐就即个图。哦 ，OK， 嘿。有一个笔通好摕安尼。好，来，咱先看图，等下我再问讲迄个地方的即个腔口差。图第一个图，即个声呐是，我拄则你讲，我想讲你讲的是这。你拄则讲的是即种第一张的图嘛？我讲的是即个对，我对嘛？吼，你讲的对，即就是我你讲的时候，我就想着即种。我嘛印象中，若嘛有人讲这是叫做声呐，吼。啊，我拄则讲的是这。我搁有讲的，我自细汉听到就是即种物件，大声、第四个声，吼。第二啊，第二图的即个声，即个你可能毋捌看过吼，你捌看过无？我毋捌看过大声我毋捌看过。啊，即嘛伫庙诶，毋是搁有伫庙里搁有用这物件。庙诶，若活动诶有啦，但毋过我诚久无去，毋捌去看。毋捌看到这吼。迄种庙会活动。哦，这物件我最紧仔诶时阵吼，迄当中嫁娶，搁阮庄家所在搁用这咧光吼，啊，所以我细汉时。前几年，阮遮有人。嫁出来时阵，超工用鼓励，你知哦？新娘搁坐轿，然后坐轿头前后壁，真正用即马拄则查迄个大声去讲遐个礼。对。前几年啊，然后敢若伊真正的看我袂记食，反正即几年啊就对啊。啊，真正迄就是进来讲啊，拄则迄个大声，就是爱两个人讲的，用一支扁担还是啥，两个人讲一个大声嘛。对。我讲迄个声呐，我。印象中诶，就是进教育部即个声呐有片音诶，伊诶腔口差着收了讲新竹、马金甲金门诶，就是无片音诶啊。嘿，即个声啊，这是有声有挂无挂啦，有诶无看挂吼。我虽然较接看了，是即种无看挂吼，这边仔就有看挂啊，这啥？即读做桥啊，吼，桥啊，这啥物件？啊，桥啊，毋是含声啦，差不多共款诶物件。即敢若插伫咧讲，这是插诶即个，啊，即敢若看诶无插迄个声呐。共款就是相款，拄则看到迄物件，声呐，好。好，哦，啊，搁有即种较早是，搁有人用声呐去对即点心去参与。嘿，若去参的我嘛有，因为细汉的时候，阮阿公因有咧种田，啊，就会小放看，就是会有爱打点心互食，就差不多用即种物件去缀起安尼。伊去的时阵无遐尼济，啥物铁的、塑胶遐物件，啊，就拢用即种。笔啊啦，你人家所在，你甲满世界拢有嘛，啊，所以就即种笔啊边的拿来用安尼。阮迄当阵就毋是用声啦，但是上款用笔啊边的是米拿啦，用来你堆切啊，因为你挂条啊时阵，迄拍落来切啊是用迄个米拿，上款用两个米拿用冰担甲。打走嘛吼，啊中昼要食饭之前，就用迄个相关迄个打即个切啊去转去劈切，要去迄个啥丢店，伊就先煞着甲点心打过来安尼，啊大家就伫咧路伫咧即个田花边就开始食豆安尼，哦，这足怀念的，即较早细汉的时阵的经过的代志啊。好，你拄则讲的腔口差伫。倒位啊？写伫，毋是写伫即，我即马看一页吼。爱看教育部迄个网站，教育部迄个上书店嘛，啊你点声呐了，佮点入去，下骹就
公音卡。哦，讲啥 ？OK， 所以我自细汉我是听写啦，吼写拿吼，所以拄则看到迄个甘丽店收进款对啊。甘丽店收写拿，我一看就引起我记忆中的即个词吼，写拿。你声音出来啊你？对，写拿好写拿，咱学甲遮吼，药拿就甲遮面拿我毋捌听人讲过呢吼，我今日才知影吼。电拿行，电拿就电去边的拿吼，无啥物好加讲吼。面拿当然应该是讲你面拿我咧药啦，我平常个去查吼，就是意思就是这先跌下去变起来吼，迄个比例就是即个意思。当然我是看汉字啦吼。好，敢若是拿行，我都毋捌听过拿行是啥物件？拿行。我看查会着袂？拿行，拿第五声，拿第五声行，第五声。歹势，加拍一个。KIAN 那对，拿行，第二点规则叫做拿行啊，就是有规则无规则，啥物意思就对了，有拿无。拿行，我看遐日文版。拿刀，拿行伫倒位啊？拿行伫遮，卡五诺体，托体，所以拿行是卡五诺体。一个人啊的手，应该是手把的部分啊，手。卡五诺体托体，拿行就是拿的手你赶的所在，拿行。好，拿行。所以甘丽店用的即个汉字看起来较合理啦吼，拿行，就是手你赶的即个所在吼，拿行。好，安尼咱甘丽店看线转来文本遮吼。我甲这加关起来，更大声。好，就爬上楼拿公顶吼。好，安尼即句到遮，规说到遮，过来继续吼。用铁杯砸落来吼，用铁杯砸落来。铁杯，铁耙子吧，应该是啊哈。我可能要用甘丽店去测杯第七声，甲铁耙，甲即个大理大书店的杯。第七声，好，大理大书店白上尾一字吼，就收即个铁耙子即个耙吼，伊嘛是写铁白挂白吼，挂白是啥我都无讲挂白我大约我知影，我等下小大家看下吼。铁白白讲是田园的工区吼，叫做白吼。若甘丽店杯，我看嘛有无？遮有吼，就是相款，就是耙子吼，华语咱读做耙嘛吼，铁耙子吼，就是杯吼，铁杯、牛螺杯吼，牛螺杯就是做实的器具吼。OK，
咱拄则讲即个挂牌，其实这无重要啦，这是我回忆的一部分啦。囡仔时代记忆当中的物件吼，所以讲我就知影，甲大家小小解一下吼。但是我要安怎去做即个物件呢？这是图就恶测啊，这吼实在是。无咱用挂牌来看卖啊吼。哎哟，咱教育部挂牌阁有收呢吼，安尼真好，安尼就免我当下规说几步啊吼，看有图无啦，主要是图呢，你讲几步吼，嘛毋知迄个物件生做啥物款，用来爬喙吼，涂角，并且甲伊盖边的即种工具吼，盖边可能无啦，甲涂吼挂甲喙齿安尼，这是有啦吼，盖边可能无啦，下底有大吼，这就是挂牌吼。人会使打在顶头，这两道帮吼，帮顶头有后壁倒一支若菜刀安尼吼，当然无遮来啦吼，你放心吼。人会使徛伫这帮仔顶，所以这力地落了后吼，底涂了后，就会当甲涂挂开吼，所以涂就当挂甲一道一道安尼吼，这就叫做挂牌。即嘛无这物件啦吼。无你袂晓嘛不要紧啦。好，咱转来剃白吼，伊是读做白第七声啦，吼，毋是白啦吼。咱关心读做拍受拍影响，读做第五声去吼，白。若我用即个汉字来测看觅吼，白嘛读做八吼。我用即个汉字来测看觅。是毋是有别个音？为虾米？还是讲我是受到华语影响，才读噪音去？伊有啦，有第五声白啦吼，所以我讲剃白嘛是正常啦吼。因为我较惯势讲第五声吼，我相信大家嘛较正惯势讲第五声，什么耀白啊啦吼，这拢是第五声读法嘛吼。耀白啊，无。对，了白啊，伊情变调吼，了白啊，白啊嘛吼，即条有大理大书店收白啊吼，白竹耙子吼，夹白家己讲遐，夹白家己讲遐，拿着竹耙子敲自己额头吼，就是自业自得了吼，那个日语讲法，自业自得，华语这个自作自受吼。牙白讲家己的遐吼，讲牙白家己讲遐啦，吼是安尼啥？牙白家己讲遐，这无一定按照安尼讲，你就是无必要逐字拢精准来照即个词来构句吼。你来牙白讲家己的头遐，这拢会使吼。牙白家己讲遐吼。好，白啊，竹白哦，白拔白拔哈，哇！今仔日教国语学农区，白拔吼。等下再讲白拔啦，夹白拔家己讲头遐吼，所以即个白是讲夹白拔啦吼，夹白拔家己讲头遐吼。一般咧，你要夹白拔讲头遐，毋是用迄个剃白部分讲，是用迄个把柄，较讲会着吼。为什么？因为迄个把柄足长诶吼，叫做白。因为若讲白拔啦，白拔我就知啦吼，白拔啦吼。好，啥物叫做白拔啦呢？我嘛可能无法度，若无教育部若无收这物件，我嘛无法度通知会着吼。就是伫咧晒谷场吼，伫咧稻埕，你拍切的时阵，你爱甲切白做一抓一抓，阮袂讲做一抓一抓，阮叫做一棱一棱吼。迄
迄个不辣，迄个不辣的叫做白不吼，白不辣啦。白不辣，哎，这边啦，这样查，华语是要哪写才查 Google 会对啊？我若用直接用白话字来查呢，白。有收竹白啦，毛刀片竹白。竹白吼，这是教育部的书店顶头有迄竹白吼。有竹白的刀片。安尼我就要用竹白。你讲的是你看会到袂？我即嘛这个图，你讲的是种叫做竹白是吧？这是竹白无毋对啦，但是我讲的白不辣毋是这物件。白不辣是因为当不切。应该是牙迄支迄个部位啊，毋是头前迄个啊。毋是，白不辣是。白不辣是会当不切用的，不切就是讲笨豆吼，拿笨豆。对，笨豆是甲灰尘收集起来，甲拔起来嘛，所以迄个拔字你知影意思都拔起来吼。啊，白不辣就是你不切用的吼，甲切集中做伙甲拔起来，安尼甲会当甲集中做伙即个动作啦，吼！啊，因为即只找袂到教育部，你一直讲教育部，我教育部的即个网站，我从来毋捌去甲用过，我可能爱甲。你若要查，就是伊讲甲伊变成一个迄个啥？我无甲不骂起来。shortcut， 对。我手机啊页面，你讲的是。拍台语书店，伊就引导你去教育部的网站啊。哦，毋是即个教育必科这吼，毋是吼。毋是。我用教育部书店。你就直接拍台语书店，原则上应该就会甲你引导去教育部迄个啊。伊嘛改名嘛，你若咧 Google 拍台语书店，理论上就会带你去教育部迄个。OK。哦哟，即个。你网内去连应该嘛会使，台语书店直接拍台语书店。好，我有，看起来我有甲不骂起来，只是毋知不骂起来。第一个就是啊，有出现迄个班机会动样就是啊，迄是班机会动样啊，即个是班机会动样啊。等下哈，台湾你是人，你讲这叫啥物会啊？班级会哦，这个班级会。中文号做木棉花。哦。彭耀田老师，彭耀田教授写一首诗，就是讲，莫搁甲我叫木棉花啊啦，我是班级会啦。叫做班级会哈 ，OK 好。啊，你拢用中文啊，中文拢讲木棉花啊，所以咱无学过班级会，都一直甲叫木棉花，啊，想讲木棉花直接甲伊读到台语啊。伊是班级会啊。不，我查一下，你需要是竹白啦。不吼，我用不测看卖啊，不就是这只意思，把东西扫成堆，再拨进容器中，哦，这就是不哈。白不啦，伊无收的款呢？我要安怎测白不阿里不大？应该是无收啦哈。好，咱转来问本遮啦哈，讲了愈讲愈远。主要是教育部的字书店，就讲伊是高中生以下用的字书店，所以坦白讲，伊袂收足多的，伊就是超过15000字尔啦。所以
我嘛是今年去上伊的研习才知影，啊无打学台语的时阵，啊太遮尔济事，我想要知拢找无，你知无？哦，你讲教育，感觉足莫名其妙。嘿啊，啊教无伊就讲伊是高中生以下用的字词典啊，所以伊就是属于中小型的啊，15000字啊，啊15000字，以一本字词典来讲，尤其你若讲咱一般的人要用，吼，或者是你有一个，我毋知你条线要画伫对啦。你讲画伫小学生啊，15000字，足有够的啊！所以就是甲针对高中生嘛，嘿啊，教育部字词典，伊自我的定位就是安尼啊啦。所以可能嘛无度要求伊伤济。当初遮个相片听讲嘛是伫足短时间去研究来，啊，所以有诶翕到的品质啦，还是啥都不一定有遐尼好，可能未来看卖会使较好一寡。目前大概是安尼啦。台湾啊，建国就算中学生用的字嘛，可能有用到2万字、8万字嘛会有钱就钱字就衰。可能好加在讲，但伊罗总统的政见就讲要设立一个做国家语言研究发展中心啦，啊，提供这个组织发展，搁第一地方医生啦。无钱你就1万字啦。我都顺路过。10万字嘛使收啊，那有啥问题？无钱你就1万字嘛，有钱10万字嘛收伊。对啊，是啊。为虾米呢？这正常的啦。汉字台湾就是那叫空虚字数，但是4万字6万嘛。中华字帮中国大陆迄边做字9万字16万字啊，所以原则上逐字拢嘛会使找出来，啊，只是就是反正看经费，啊，搁看足侪资源就对了，大概是安尼。我今仔早起听即个洪伟林教授的即个 YouTube channel 吼，伊上新的即集讲到 AI 吼，第二部袂记啊，就是 AI 生成的台语，可能是安尼啦吼。啊，伊去，即个是即集是真特别吼，伊出外去录音去采访一个高雄大学的，就是廖元虎啦吼，廖元虎。高雄大学的什么所长，什么中心主任吼，伊就讲啊吼，伊一开始是做华语的，啊，华语做煞剩一点仔钱，伊就摕来做台语安尼。啊，伊讲华语的语料，伊个迄当中讲收集几3000小时的语料吼，啊，钱个剩一点，伊就去做台语做。100小时哈，大概做100小时，去收集语料收100小时，啊，当然是无够，伊嘛知影讲你无够，所以你就知影有钱甲无钱差伫对哈。有钱甲无钱有法度通做，但是差遮侪哈。好啦，讲到遮，这足感慨啦吼。一般人无法度理解为虾米需要建国，为虾米莫踮遐中华民国这4字踮遐高甜，对宪法甲所有一切的行政啥物，拢甲你资源拢占去。啊，你是要安怎发展你台湾本身？你即嘛讲，大家拢讲遮好听，什么台湾，你讲啊哪敢你偌爱台湾，但是旗啊是天开是一支中华民国国旗。就根本就无理解，这真内底足侪啊！这好讲到遮就好。转来本遮吼，用铁白砸落来，遮即个砸字我对来佫读对去吼。砸吼，因为是我读本调啦吼，砸落来吼，嘛强调即个动词吼。啊，一般惯势嘛是安尼啦，动词。那无后壁无练，等于是讲无变调嘛，后壁无练啥物件，你无甲后壁无修辞，你就直接强调即字就是读本调吼，砸落来后壁是复数，我着复数，所以我着甲读本调吼，砸落来啦，歹势是落来佫轻声，啊，这讲到轻声，来洪伟林教授伫个我。想看嘛，我今日做一个听2集啦吼。即个讲 AI 即个前一集呢，是你又讲到一个叫做
轻托吼，大概有轻托吼。我今仔日才知影讲，哇，夭寿这物件遮尔做，我是要哪学了吼。我今仔日才学着一个叫做随剪变调吼。我较早人无注意着，我知影有压剪变调，我无注意着讲有随剪变调。就是变调，你搁看头前迄字是啥物字调，搁无共变调法，共一字，迄个头前是无共字的时阵，就变调搁无共吼。啊，我伊个例有讲，我真袂记啊吼。反正你去用随剪变调去 Google 绝对找会到吼。好啊，即个。为什么讲啊？因这只都会用轻声吼，两个hyphen头前就读轻声吼，落来吼啊，头前读本调，后壁读轻声啦吼，迄个来就读做轻声来吼，落来吼。好，砸落来哈，哎哟，实在是足好读的，砸落来吼，砸落来，砸字呢，咱来看一下砸字。擦就是我对遮读错哦，读做擦嘛吼，读做擦啦吼。哎呀，我得还个，输入法得变者。CHAK 第8声，剩4分钟吼，咱今仔真正即句读，连即句都看袂了吼。CHAK 第8声无即字哦。这是甘字典。我感觉差不多砸着迄个砸啊，就是呼吸啊，是啉水无拄好去砸着啊。砸着吼。我刚看着即字，我刚看即字。吼，砸着啉茶砸着吼，这是大理大词典第一个词，就是即个砸吼，砸啦，应该读砸吼。砸作，种族砸作吼，我嘛今日才学着吼，砸作。另外，即个是用呛水，集水桶哦，集水桶或者是水枪灌水吼，叫做砸哦。用水尖砸水，即个来看一下日文版。砸水就是集水或者是灌水啦吼。应该毋是集水，是灌水的意思，所以就是灌水入去叫做砸水吼。用水尖我嘛毋捌听过吼，今仔日才看到吼，砸水。CHAK 哦，加，加哈，这里砸哩。应该是就是即个意思啦吼，灌水安尼啦吼，砸水。啊，拢无即个用铁杯砸落来，铁杯砸落来。所以即个动词呢，其实是字典拢无。我咧想讲是毋是伊个像倒遮若讲顶像讲是噪音去的物件，是应该是 CHAK 第4声。若准讲是第4声，伊就一个风外迄个意思安尼啊，伊不是来砸我安尼。哟，砸。咁迄个差啦，因为你若看伫个文本内底即个脉络啦吼，日文的脉络是对顶头跳落来用铁杯，不管是用啥物，咱即嘛因为无法度通查着词典，但知影讲是一个动作甲做落来，安尼由上到下吼，对顶对悬到低安尼做一个动作吼，毋知影安怎是用擦的、用拍、用讲的，咱毋知吼。大家头先敢若即个砸字，就是敢若搅扰、妨害吼，去踢条的所在话溃，佮无整顿吼，就是。清华教授是，伊清华教授是甲砸甲赞啊，伊的汉字拢写共一字，抑毋过伊的英文就无用无共的，伊的砸是用 pierce，P-I-E-R-C-E，吼，啊若赞啊，伊就是用 poke，P-O-K-E-D，哦，因为铁杯
铁皮砸落嘛，对无？因为伫迄个南宫顶嘛，嘿，伊就爬上南宫顶，用铁皮砸落来，就是要甲迄个贼阻挡啊，是安怎嘛？啊，所以缠着一个贼，就是缠着，就是拄着嘛，所以用 poke。啊 ，pierce 就是规个可能，因为伊可能要走是安怎？伊看起来就是因若一箍赢是伫顶悬较悬势嘛，迄个位置较好，啊，贼搁伫地面嘛，啊，所以就砸落来，啊，然后斩着一个贼安尼啊。啊，毋过就是反正原底白话字拢是白话字嘛，无其他的通去参考嘛。当然按顶个文来判断，金华教授读的时阵，就是伊是用英文去解说啊。你讲李庆华教授伊编的即本大罗版教育部大罗版的白话字吼，内底有规则，有就拄则你讲的这嘛吼，是伊讲一个是 pierce， 一个是 poke， 就是共即个音咯吼。你讲共即个第八声即个音啊 ，pierce 甲 poke， 但是无，砸着伊砸是用 pierce， 伊毋是砸落来，就是迄个铁皮砸落来嘛。啊。pierce 砸落来 ，pierce 你是讲伊用？本来是第八条应该砸落来，变第四条就砸落来嘛，吼。迄个砸伊用 pierce。第四声是。砸落了有一个结果，嘿。第四声是 pierce 嘛。哦。砸落来对啊，砸落来嘛。第四声。原底是第八条嘛。歹势，你会当搁甲我解释一下 ？pierce 甲 poke 对应的是多一字？台语。pierce 是对应第CHAK 迄字 ，pierce 对 CHAK 迄字。第几声？第几调？第八声。第八调哈 ，pierce 第八声的砸吼，啊 poke 咧，斩。poke 是对斩。CHAN 第五声安尼吼。对哦，嘿。啊，但是你讲伊即只，即只文本砸伊曲规则毋是 pierce 是 poke。无，砸就是 pierce。哦，所以伫遮就是 pierce 嘛，吼。嘿，对，遮就 pierce。OK， 用铁皮 pierce， 吼，pierce 英语内底意思就人敢若刺透，吼，刺透，吼，就是插对顶管跳来先插落来，吼，插落来，吼，插落来，插落来，嘿，伊的写法，插落来，吼，插落来，吼，好 ，OK， 所以就是我拄则读毋着迄个音的意思啦，我读毋着，但是我读毋着音，但是意思是迄个意思，吼，插落来，吼，啊，伊是写砸落来，吼，我毋知影是type步呢，还是真正伊就是有即个意思，吼，我无解清楚，吼，好，后壁有斩字嘛吼，就是你拄则讲后壁佫有一个斩字嘛，斩着一个贼吼，斩着一个贼就是 poke 吼，斩 ，OK， 斩咱就我讲着后回再佫来看吼，因为今仔咱连即句就看袂了，咱看到遮就好。后礼拜咱再佫继续吼，感谢马有今仔日和我斗阵咱来学习吼，学足深入的物件吼，一般人要学这吼，讲实在无兴趣的人是无可能像咱安尼一字安尼教遮久吼。好，感谢嘛感谢各位吼。好，安尼哦。是啊，再会。好，再会哈。好，拜拜。留下，拜拜。是啊。你听到？